最近有發現好多個案咧，就同裝修上面出現咗一啲法律上嘅問題啊，包括咧裝修判頭用咗黑工啦，仲有漏水嘅個案啦，同埋一啲爛尾嘅個案。咁我哋好榮幸咧，就請到 Amy 律師咧，就做我哋法律顧問，咁講解一下同裝修上面遇上法律嘅問題咧，點樣可以保障到小業主，大家攞到一啲法律嘅知識，咁保障大家。咁我哋咧最近咧有啲個案啊，就係隔離屋隔離左右樓上樓下裝修喎，咁咧佢就唔覺意或者係即係佢哋作施工期間咧就波及到自己個單位。咁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我哋嘅業主其實有啲咩嘢保障到自身啦，同埋被波及嘅業主佢哋有冇啲乜嘢係都要保障到自己，或者點樣做出一個合理嘅追討咧？嗱，咁呢個通常咧，其實咧我都係建議防範於未然嘅。咁當然就係施工期間啦，記得就要買呢個第三者保險啦，或者一啲係工程物料保險啦。咁因為呢個保險咧係會係保你喺施工期間，可能係因為一啲裝修工人嘅疏忽，跟住導致可能隔離屋嗰條渠啦挖穿咗，或者隔離個天花板有問題有裂痕嗰啲，咁佢都會保嘅。咁如果冇咗呢份保險嘅話咧，咁就要睇呢一個位置。究竟係業主室內業主屬於私人嘅啦，定係一啲公共嘅位置啦？咁如果因為一啲公共位置去施工導致有問題嘅話，咁可能咧業主立案法團咧都會有責任嘅。咁但係如果係室內自己單位範圍內導致下面咧，咁業主咧就係有責任噶啦。OK， 咁咧其實因為好多時業主啊，咁佢哋都唔想喺施工期間或者發生任何呢啲即係破壞啦，令到導致到呢個其他單位啦，或者公共地設施受到呢個損毀啦。咁但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咁其實業主係同判頭，即係佢哋嘅裝修公司，咁其實邊個嘅責任大啲咧？嗱，其實如果作為一個受害者嚟講咧，咁我哋就唔會分邊個責任大啲嘅，咁就通常咧都係會揾業主先，因為間屋可能係屬於你噶嘛。咁如果公共地方嘅話咧，就係會揾業主立案法團啦。咁甚至有時咧，之前可能你哋都有聽過，可能有一個冧棚架啦，大規模咁冧棚架啦。咁其實咧就係業主同立案法團都會負責任嘅，係啦，做呢啲問題。反而原來即係發生呢個情況就唔係裝修公司佢哋。如果裝修公司係真係有啲重大過失咧，咁可能就係業主會去追翻呢個裝修公司嘅。哦，即係成件事都係由業主去，所以業主每一個裝修工程嘅時候，佢哋都要知道所有個除咗佢哋俾咗錢判頭之外，原來都仲要喺呢個保險方面嘅。係啊，因為業主係有呢個確保呢個安全性嘅，呢個工程安全性。明白。咁所以咧，提一提各位觀眾啦，原來你哋作為一個小業主咧，除咗俾咗錢裝修工程公司之外咧，你哋自己都要作出一啲保障自己，咁就令到成件事都可以好順暢咁樣有個美滿嘅家居。咁我哋補充多少少啦，咁因為咧其實有啲真係曾經遇過有啲受害者好慘嘅，佢哋亦都好冤枉嘅，就係樓上個單位裝修啦，咁鑿穿咗條喉，兼個天花裂埋，有漏埋水。咁但係上邊個業主佢唔肯負呢個責任，甚至乎佢婉拒佢，長期唔回應佢。咁其實喺法律上邊，我哋有冇啲行動可以行動咧，或者作出呢個追討咧？嗱，如果係受害者嘗試去聯絡呢一個即係漏水上面樓上樓下咁樣，個業主咧係完全係唔回應啦，冇反應嘅話咧，咁其實受害者係可以去進行呢一個法律嘅訴訟嘅。咁因為咧就係上面或者下面咧係侵犯咗佢個權利居住嗰度嘅房屋嘅，咁就進行訴訟啦。咁如果法官睇完啲證據係確實係真係唔啱啦，咁佢係可以係缺席聆訊。跟住就判呢個受害者贏啦，咁就甚至可以釘契嘅。OK， 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真係遇到呢啲個案嘅時候咧，咁不妨請教一啲專業嘅律師，去為你哋爭取翻你哋最大嘅權益。咁啊，今日我哋真係好榮幸啦，多謝 Amy 律師啦，為我哋講解咁多裝修上面同埋合約上面嘅法律知識。咁如果日後大家想了解多啲家居生活平台同埋裝修嘅知識嘅話咧，
不妨留意我哋 Goco Spaces。咁我哋今日好多謝我哋嘅 Amy 律師講解，為我哋提供我哋嘅法律支援。